今晚1月3號翡翠台8點鐘咧會有女神玩轉嘉年華呢個節目咧係有2集嘅，下個禮拜六同一時段就會播出第2集噶啦。主持方面有阿卜、林盛斌，一齊玩嘅咧有3對成功配對嘅 CP 啊，曾展望啦、葉倩文、羅毓儀、林俊琪、梁敏巧同埋劉啟俊嘅。今日連同咧配對都寫住叫做飲恨啊，飲恨失敗嘅關嘉敏同埋黃家俊，仲有李子晴同埋林俊堯嘅。咁啊咁多人呢就會現身喺中環海濱香港冬日嘉年華，好明顯啦，係一個廣告節目啦。今日嚟一場咧又浪漫啦，又搞笑又好玩嘅戀綜再加遊戲競技之旅啊！咁啊第一集咧會有3個遊戲嘅，分別就係瘋狂掃射海盜船、520倒水，仲有就係幸福甜蜜食櫻桃啊！咁啊，大家咧就可以親眼目睹咧呢5大女神啊慘變落湯雞啦，仲有咧就係成面呢一個車厘子汁啦，一啲好搞笑嘅嘔血場面啊！咁啊，更加可以咧再一次感受到咧5對 CP 啊準 CP 一啲互動嘅搞笑場面啦！咁啊5對組合裏面咧就以阿 Carmen 仲有 Matthew 呢一對咧係最搞笑嘅，喺女神結局篇裏面咧，大家都見過噶啦。阿 Matthew 啊，以佢嗰種浪漫不足、搞笑有餘嘅 MMA 式嘅箍頸約會啊，就嚇到阿 Carmen 咧成為女神裏面其中一個名場面之一啦。咁啊，並且咧係獲封係1等1嘅0憐香惜玉嘅表姐添。大家今晚咧就真係唔好放過啦！嗱，雖然咧為咗成功追到 Carmen 啊 ，Matthew 咧曾經咧立志啊要徹底改變嘅，可惜嚟到玩轉嘉年華咧 ，Matthew 嗰種咧係瘋狂虐待嘅基因咧，再次係出現啊，依然高企嘅。首先喺瘋狂掃射呢個遊戲環節裏面啦，哇喺即係一槍在手嘅 Matthew 咧，不但止咧係機關槍式咧向阿 Carmen 咧狂射水啊，咁啊期間咧仲發出一啲咧係追擊式嘅咆哮啊，兼且係大叫好玩。係完全可以用咧獸性大發去形容嘅。咁事後 Carmen 咧都忍唔住咧反眼嘅，就話咧好似咧做咗個靶咁。咁啊之後到呢個倒水遊戲啦，阿 Matthew 咧又揀咗個咧為出水量咧都幾高嘅淋花器皿，咁啊結果成功淋到 Carmen 咧變咗落湯雞嘅。咁期間 Carmen 咧雖然都做出咧類似咧叫修行嘅動作啊，去即係企圖咧冷靜落嚟嘅。咁啊可惜最終咧都係擋唔住 Matthew 咧發動呢一種嘅瀑布式嘅攻擊啊，就搞到連場大叫咧係要停啊！咁啊兩個人嘅互動咧係似一啲冤家多過咧似一啲準 CP 嘅。好啦，咁陰公咁啊去到第3個遊戲嘅時候咧，鬥快食車厘子啊 ！Carmen 仲未開始遊戲嘅時候咧，就已經咧話好似呢一個張牙舞爪咁啊對住阿 Matthew 啊！想知道 Carmen 會點樣反擊咧？就留意今晚嘅女神玩轉嘉年華啦！至於今集另一個焦點咧，就係喺 Sophie 同埋 GM 呢一對嘅超甜 CP 身上啊。Sophie 玩呢一個喪食車厘子遊戲嘅時候，憑住咧擁抱 GM 啊，完美演繹咩叫做幸福甜蜜啦。再加上咧 GM 嗰啲冧冧地嘅笑容啦，都係公然放閃噶啦。好啦，至於另一對 CP 咧，就有 Yuki 同埋 Chris 啊，玩遊戲嘅時候咧就更加意外流露咗咧阿 Yuki 咧喂 man 爆嘅一面喎。嗱，首先咧玩海盜船啦，由於事前知道 Chris 咧係會驚嘅，所以阿 Yuki 咧一開始嘅時候就狂叫佢咧喂鎮定啲啦。咁啊之後喺520倒水嘅環節裏面啊，阿 Yuki 更加咧因為俾阿 Chris 淋到成身都係咧，就為咗報仇咧，阿 Yuki 就話咧我哋食一啖啊，咁啊成功咧氹到 Chris 咧係主動咁樣跌咗落個陷阱嗰度嘅。咁啊，除咗遊戲環節之外咧，節目仲加插咗一啲咧心動時刻嘅一啲小劇場嘅。今集分別會有 GM 啦，再加 Sophie， 另外就有 Carmen 同埋阿 Matthew 咧，分別上演掛住你同埋你陪我為主題嘅1分鐘小劇場。咁啊，到時大家睇睇呢1分鐘小劇場有啲咩咁好睇啦。